係3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領航傳奇淺藍衫稍為慢啲嘅順善寶響外邊尾二啊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紅黃繽紛，中間全神貫注，外邊飛黃最出眾嘅隻肥仔精神搶啊！內欄紫色眼罩走咗上嚟啦，就常常感恩啦。馬林中間呢，咁啊藍衫黃帽仲有手進呢，大約跟住個第5、6位到啦。中間位置仲有歐洲傳奇啊！咁再見到內欄嗰邊啊，就美神來啦，大約尾6到嘅，響外邊灰色衫，大約尾5係呢隻旋風傳奇啊。後邊4匹馬海洋帝君啦，領航傳奇啦，暫時殿後一隊粉紅眼罩工程小子向尾二啊。咁啊內欄暫時殿後係順善寶嚟㗎。好啦，咁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咧，咁啊見到位又係呢隻飛黃嚟㗎，響外邊肥仔精神啊，第3位啦，內欄就常常感恩啦，第4位中間有紅黃繽紛啦，攞出去外邊第5仲有不假外求啊，內欄第6位嘅馬藍衫黃帽就手進，等入邊美神來移出嚟中檔紅眼罩歐洲傳奇馬林後邊啊，先有順善寶，外邊啲馬浸浸冚啊，全神貫注橙衫藍帽衝上嚟，咁啊見到順善寶壓緊位，出邊呢旋風傳奇啊撞佢，最後100零米透出嘅馬呢就全神貫注啊，中檔位置順善寶追緊，外邊仲有旋風傳奇啊，喘內欄上係美神來，接近終點先拔頭籌嘅馬係全神貫注啊，順善寶包尾衝上嚟跑第2。第3名外邊啦，旋風傳奇第4名內欄衝上嚟，有美神來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全神貫注入彎呢都好外搭咁樣冚上嚟㗎啦，咁啊結果就贏馬啦，跑第2名順善寶，咁啊響後邊追㗎，旋風傳奇外邊第3、第4名內欄係美神來。先拔頭籌係幾人安夾住姚本輝啊連捷啊，順善寶後尾呢就成為咗大熱門，跑過第2，旋風傳奇第3，美神來喺內欄走翻上嚟攞個第4，後尾3搭8係啡格橋，就係咯，開頭8倍幾啊嘛，順善寶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中間呢又贏得自然啊，外邊火神神落啦，出邊啊飛來霸，外邊藍衫進佔第3位就馬前子啊，內欄第5飛雲啦，中檔咁紅衫紅帽第6位呢就紅衣醒目嚟㗎啦，後邊嗰6匹馬啦，咁多起啦，勁勇皇區啦，內欄尾4係平天紅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自有心得威威神區，暫時殿後出閘慢咗紅眼罩淺藍衫宜昌精神啊。咁啊過晒呢個800啦，飛來巴就貼欄放，馬前子就跟住第2位啊，贏得自然，有外邊第3、第4位內欄有火神神落啊，中間啊紅衫走咗上去3位啦，第3位就係呢隻紅衣醒目啊，響後邊嘅馬有飛雲啦，咁啊攞出去外邊追嘅馬有金多喜啦，中外檔仲有粉紅眼罩嗰匹呢就勁勇皇區，後啲先有宜昌精神大外檔自有心得啊，最後直路啦，飛來巴佔先，好大隻嘅馬前子開始過佢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有紅衣醒目啦。外邊追嘅馬有金多喜啦，馬林中間勁勇皇區啊，最後100零米馬前子佔先啊，咁啊見到外邊呢，金多喜就追緊上嚟，中間仲有呢隻勁勇皇區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，埋邊馬前子大隻啲走甩咗先，有冇機會到馬林中間穿上嚟，勁勇皇區係咪爭少少呢？咁啊真係好接近啊，要影相啦，出邊金多喜呢就跑第3、第4名紅衣醒目。幾人安係咪起到個孖呢？定呂健威可以攞到好耐冇攞嘅泥地頭馬呢？勁勇皇區導線先啊，跑第2名入邊喎，馬前子喎，兩隻要影相啊！第3啊金多喜，紅衣醒目就跑第4，好似都真係開別喎，影相。影咗啦，12號啊！4班1000，大熱係5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有睿智多寶啊，響埋邊呢仲有勝在當下啦。馬林中間超開心，出邊粉紅衫有型亮啊，最出仲有隻王者有利啊，大約跟住個內欄第6位左右啦。咁啊有呢隻呢就係好運年，呢個年年好運嚟㗎。後多層嘅馬啦，藍衫埋到嚟2搭咯，大約跟住個第7位幸運奇兵啊。咁啊響外邊海王啦，後呢個馬匹呢有呢隻就日日長啦，好運年響內欄大約尾4度啦。後邊3匹馬
醒目先驅威力非凡外邊啊，京津傳奇係暫時殿後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王者有利就放嘅，睿智多寶咧就跟住個第2位啊，第3位有內蘭呢，就係呢隻勝在當下啦。出邊粉紅衫有形量第4啊，中間第5綠色衫超開心啊，外邊藍衫幸運奇兵啊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6要攞出去㗎啦。內蘭嗰邊有年年好運，後邊嘅馬匹呢，先見到嘅揈出外邊嘅威力非凡，馬冧中間呢，仲有日日獎㗎，再後邊先有醒目先驅啊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王者有利就佔先嘅，外邊呢，幸運奇兵就中外檔一鼓作氣冚上嚟㗎啦，有少少壓入去啊，有形量響中檔後多層啊嘛，出邊上咗少少係海王嚟㗎喎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幸運奇兵一截落去拋離後邊嘅對手呢，爭情野馬，跑第2名係有形量，第3名呢，海王就響中間，外邊追上嚟係好運年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幸運奇兵咁啊，縱使爭情啦、外檔啦，咁但係一樣埋到個2踏入彎攞出去外邊就掟啦對手野馬，跑第2名係有形量，第3名呢，海王出邊追上嚟嗰隻係好運年啊！幸運奇兵信心十足啊，後尾落到2倍大熱門啊，喺度贏馬嘅。跑第2名呢，就3號嘅有形量，海王11號馬呢，哇喺161倍跑過第3，呢隻好運年後尾呢，都有啲落飛跑第4。咪呢個姿態就都好值得咁熱嘅，撳住入到直路都過啦。你開賽前話俾我知嘛？好彩有揀啫。係啦。隨死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快閘嘅嘛，中間大番薯今次快啦。咁啊，第2位呢，埋邊位置顯勝高升，中間黃衫黃帽進佔第2呢，仲有富心星啊。出邊啊凌厲標區橙衫啦，中檔大約第5位藍衫嗰匹藍眼罩，仲有起舞飛飛，出邊啊金玉良言啊，後多浸啦。出邊淺藍衫尾6左右啦，就遙遙日上啊。中間大約尾4尾5度啦，仲有博愛先鋒啊。內欄黃黑格仔衫尾4位置啊，花果猴王啊。後邊嗰幾匹馬有龍之邦幸運勝利、超智多寶啊，暫時包尾啊！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就埋邊位置就大番薯，外邊啊富心星，咁啊2隻馬拍住嚟放，凌厲標區咬住第3啦，第4藍眼罩起舞飛飛埋邊，第5仲係顯勝高升啊！出邊嘅馬呢，有金玉良言啦，外邊位置仲有遙遙日上啦，透內欄嗰邊有呢隻呢，就花果猴王嚟㗎。好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凌厲標區響中檔就出咗頭先，外邊上嚟㗎嘛，金玉良言越逼越近，中間位置起舞飛飛，入邊呢仲係顯勝高升，最後50米到仲係佔先凌厲標區，但係外邊金玉良言上嚟個勢都幾好啊！金玉良言終點前將凌厲標區趕過，第3係顯勝高升，第4名出邊位置係嗰隻起舞飛飛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金玉良言轉配備轉下個場地呢，真係試出彩虹喎！咁啊，終點前將凌厲標區趕過，第3呢，埋邊係顯勝高升啦。起舞飛飛喺直路上面攞位都唔係好順啊，結果跑過第4。遙遠星空只一轉嚟，地真係有嘢睇喎！艾少禮起碼金玉良言跑第2名係大熱門，凌厲標區第3呢，都似乎仲係顯勝高升一路壓住咗隻起舞飛飛嘅。呢啲 formula 都真係冇用啊！真係。黃記舉，好，你一起步呢個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位置3強快，出邊啊龍城強將啊想搶，中間夾住啊，咁啊外邊走上去仲有隻超風速啊，第4位內欄黃衫進傲星，中間呢仲有逍遙騎士，出邊啊灰馬走上嚟第6呢仲有保羅輝煌啊，中檔第7位榮理雙修啊，後邊嘅馬啦，粉紅衫外邊勇敢孖寶啦，咁啊內欄紅衫白帽紅磚戰士啦，後邊嗰5匹馬有花開響尾5啊，尾4內欄爆出美麗林寶精神，出邊新力標啊，暫時殿後星光快區嚟㗎。咁啊轉呢個香港體育圈彎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龍城強將嚟嘅，跟住第2位就超風速啊，內欄第3有進傲星啊，第4位嘅馬係3強啊，後多浸內欄第5有逍遙騎士，第6位灰馬外邊啊保羅輝煌啊，榮理雙修慢慢攞出去外邊啊第
7位㗎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勇敢孖寶攞外邊，出邊嘅馬呢，仲有呢隻爆出美麗，亦都外邊上偷內欄嗰邊嘅星光快驅啊！最後300零米，超風速鬥緊呢隻呢就3強啊！埋邊位置進傲星啊，中檔位置最後榮理雙手冚上嚟啊！逍遙騎士俾人冚一冚啊冇位啊！入邊上仲有隻紅磚戰士啊，出邊林寶精神爆出美麗，最後100零米榮理雙收呢就拋離群，佢都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。第2名嘅話相當接近啦，咁啊埋邊有呢隻進傲星，中間位置係超風速，俾人冚完再回氣上，咁啊有呢隻係逍遙騎士啊，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榮理雙收，咁啊都打開嚟香港勝利之門㗎啦。第2名好近啊，埋邊黃衫就進傲星，14號藍衫呢就超風速，出邊追上嚟㗎嘛逍遙騎士。榮利雙收咁啊喺度呢，就贏馬，後尾都係大熱門身份。跑第2艾少禮啊，進傲星第3，田泰安超風速第4，逍遙騎士啊，咪都恰如其分啦，始終啲積冇假嘅喎，真係一生好彩火唔空嗰啲積點講得笑啊，真係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鼓浪好友都係快㗎啦，埋邊啊北地烈馬，咁啊中間位置有家家有福，外邊呢就標之浩瀚，大約跟住個第4嘅內欄第5中橫大興，出邊淺藍衫呢3、4搭到啦，外邊就風采人生啊，馬林中間橙衫有爭王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龍傲凌羅響尾5、6、3嗰匹啊，出邊呢紫色衫尾4呢就言之有理，後邊嗰3匹馬分別有呢隻明月，呢隻呢就係花香月明啦，外邊呢就遨遊波士響尾2啊，暫時殿後豐功偉績嚟㗎，咁啊開始轉緊彎中間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呢就北地烈馬，快過呢就鼓浪好友添啊，家家有福埋邊第3中間第4標之浩瀚啊，出邊嘅第5位淺藍衫有風采人生啦，而出去中外當追有呢隻爭王啊，外邊冚嘅馬有言之有理，最出啊係遨遊波士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咁啊埋邊係北地烈馬鬥緊中間鼓浪好友嘅時候呢，馬林中間標之浩瀚追啲，入邊有家家有福啊，出邊上嚟嘅馬有言之有理，最出係遨遊波士，最後100零米鼓浪好友半個馬位優勢，外邊追上嚟有言之有理，中間標之浩瀚接近終點打搭再贏兼捧杯，係鼓浪好友啊！跑第2名，外邊言之有理追上嚟，第3呢有標之浩瀚，第4名埋邊北地烈馬。結果今場賽事唔使自己放，有人放，咁佢跟住第2位就係呢隻鼓浪好友直路上面出頭，結果捧走仁愛堂杯。鼓浪好友上次贏9.5倍，今日贏有翻10倍俾你添啊！跑第2名係後尾落飛嘅言之有理，第3名係陰公啦，左揾右揾標之浩瀚第3，跑第4名呢，入邊放頭嘅北地烈馬，即係有翻個第3都真係好好彩啊！如果睇直路嗰個際遇係啊。退死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巴基之星外邊6、3塊嘅，咁啊再見到中間位置有飛馬座，最出啊超寫意走，內欄仲有隻馬池燈啊，出邊紅眼罩紫衫進佔第3位就關鍵所在啊，出邊第6位啊至善思源啊，內欄第7，橙衫嗰隻就星月飛雲啦，出邊紅衫尾5就閃耀天河啊，中城名區響尾4個位置啊，紫色衫嘅，後邊3匹馬競進王者財富非凡啊，暫時墊啊紅衫健康快車嚟㗎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超寫意就貼欄啊順放啦，關鍵所在外邊嘅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有巴基之星啦，第4位黑衫黑帽就係飛馬座啊，響外邊第5位嘅嘛仲有至善思源啦，馬林中間橙衫星月飛雲唔要難攞出嚟中外檔㗎啦，響入邊有馬池燈啦，掟出去出邊追嘅馬，咁啊見到呢隻閃耀天河啊，健康快車嗰啲馬走咗入去，淺藍帽呢就中城名區，最後200零米超寫意攞正嘅平衡呢，慢慢俾落去擠離咗半個身位，巴基之星追出邊閃耀天河上緊嚟，外邊位置仲有隻健康快車，中檔嘅飛馬座，最後100零米閃耀天河外邊一擁而上贏出呢場賽事，巴基之星第2，第3名外邊健康快車，第4名呢似乎係嗰隻星月飛雲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閃耀天河沿住個中外檔一鼓作氣冚上嚟，贏出呢場賽事，亦都為馬主獲得150萬嘅特別獎金啊！第2名埋邊巴基之星，出邊健康快車，第4名係星月飛雲。
呂健威馬房今日都起碼啦，閃耀天河上陣第3障礙打開，再講勝利之門。百機之星跑過第2，健康快車係第3，中間星月飛雲跑第4嘅機會就高啲。臨尾就回到7.6倍啊！閃耀天河。好啦，黃旗亦都舉起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中間有呢隻就禪聖輝煌啊，響埋邊，數字天文啊走咗上嚟㗎啦。最出嗰隻係安如啊，第4位就安晴啦，後邊嗰3匹馬直線力山，尾位置粉紅眼罩呢，咁啊有競速威龍啊，暫時帶到去個馬匹係嗰隻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4米嘅段處啊，前面放嘅馬呢就數字天文啦，咁啊中間位置有禪聖輝煌啊，外邊有安晴跟住個第3，咁啊3隻馬拍住咯喎。第4位嘅馬有直線力山啊上咗嚟啊，內欄第5粉紅眼罩有競速威龍啊，安如就褪咗落去尾二先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匹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嘅段處啊，大家個位都已經係定咗㗎啦。埋邊放嘅馬呢就數字天文啦，安晴原來走咗上去第2位啊，後邊嘅馬禪聖輝煌第3，內欄第4競速威龍第5就直線力山啊，安如呢就褪咗去尾二先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數字天文咁啊都喺埋邊呢，就自己嘅順放啦，跟住響第2位嘅馬呢，就有呢隻就安晴嚟㗎，埋邊呢，第3位有呢隻呢就競速威龍上咗啲啦，出邊第4位粉紅衫粉紅帽禪聖輝煌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直線力山、安如啊，掟到最出係嗰隻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數字天文仲係佔先咗半個身位嘅，咁啊見到串內欄上㗎嘛，有競速威龍，中間追禪聖輝煌，大外檔嘅美麗同享啊，最後200米數字天文仲係佔先半個身位，外邊禪聖輝煌追緊佢，入邊競速威龍擠咗段唔多，出邊冚咗一段又係唔多嗰隻美麗同享，最出呢仲有隻安如啊，最後100米數字天文游刃有餘啊，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啊，第2名嘅馬呢，好近啊，埋邊競速威龍最出啊，安如好遲先撻得着啊，第4名安晴又上返嚟同禪聖輝煌需要影相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數字天文咁啊嚟到香港第3回合啊，首度出戰級制賽3級賽100週年紀念銀瓶，以拋離對手嘅姿態贏馬。亦都以一個馬王嘅票數支持贏馬嘅1.7倍一放到尾啦，跑第2名呢，睇下係咪入邊啦，競速威龍係第2，冇錯，出邊安如第3，中間安晴跑過第4。咪都係兩隻有啲憧憬嘅馬就最後包 Q 啊！最輕磅嗰4隻翻晒嚟。咪如果咁嘅姿態都幾驚人啊！呢隻數字天文。咁或者係咁講都預。好啦，黃旗舉起隨死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嘛，蒸蒸日上快啊！淺藍衫嘅深藍衫藍眼罩標誌極光啊，內欄紅眼罩紅衫熾烈神驅穿甲戰鷹第4位跟前咗喎，出邊呢仲有隻時時歡欣啊，咁啊馬林中間淺紫色衫做咗得心之餘，內欄幸運大夫啊，外邊尾5到啦，淺藍衫樂勝天下，中間呢仲有共創歡欣啊，後邊嗰3匹馬馬力啦、星火燎原啦，咁啊暫時殿後龍威心得嚟噶，咁啊過晒呢個800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見到走中間位置係蒸蒸日上啊，沿住內欄走咗上去啊，有熾烈神驅啊，第3位有時時歡欣啦，第4位呢就標誌極光啊，內欄第5嘅馬就幸運大夫，中間第6位有得心之餘啊，外邊係穿甲戰鷹啦，最出嗰2隻啊，共創歡欣，大外檔呢褪咗喺後邊樂勝天下又追翻啲啊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熾烈神驅埋邊佔先啊，時時歡欣3幾個箭步換埋佢又過佢，外邊標誌極光亦都追緊啊，中道位置仲係穿甲戰鷹啊，最後100零米啦。外邊標誌極光冚上嚟嘅勢相當凌厲啊！終點前將時時歡欣趕過，中間衝上嚟仲有穿甲戰鷹，第4名係蒸蒸日上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標誌極光咁啊入彎就攞出去中外檔，今日泥地似乎中外檔都幾好追啊！而中檔位置穿甲戰鷹亦都衝埋上嚟，結果將時時歡欣過埋，時時歡欣第3、第4名係蒸蒸日上。標誌極光。麥文堅夾住文家良咁啊喺度贏馬啦，後尾9.7倍跑第2呢，穿甲戰鷹啊，第3呢就時時歡欣，蒸蒸日上啊跑第4，跑過大灣跑過第5喎，大熱門樂勝天下。
捉到內尾二咁滯，捉。咁啊入關就一定。黃記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會當凌內欄快閘啊，淺藍衫嘉應奇兵咧都快啊，外邊有百威多贏紫色衫，中間第4位綠衫係至尊高超啊，後多層啦，大家跟住個第5啦，紫荊拼搏啦，出邊黃衫走上去有君子啊，外邊紅衫牛亞匹咧，仲有呢隻家傳之寶啊，馬林中間銀光奔騰啦，內欄橙色眼罩巴閉仔啊，同心同夢就響尾5啊，攝得入去內欄喎，尾4位置幸運風采啊，尾3就雙星報喜啦，尾2劍飛星，暫時電牛黑衫定數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百威多贏啊，接離咗大約1個身位到啦。嘉應奇兵咬住第2啊，第3內欄有會當凌，中間至尊高超，外邊呢粉紅帽黃衫係君子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內欄橙色眼罩有巴閉仔啦，咁啊等入邊嘅嘛，淺藍帽有幸運風采啦，攞出去中外檔有銀光奔騰，出邊呢就紫荊拼搏啊，最出嗰邊有家傳之寶雙星報喜嗰啲馬入征最後直路啦，咁啊前面百威多贏仲係佔先嘅，嘉應奇兵就開始推進㗎啦，後多層有會當凌啦，出邊追嘅嘛，仲有至尊高超啊，再外邊上嘅嘛，仲有隻紫荊拼搏啊，最後100零米，嘉應奇兵佔先啊，會當凌起勢咁追緊佢，外邊位置仲有至尊高超啊，後多層嘅馬呢仲係幸運風采，最後100米到啊，會當凌過咗嗰隻就嘉應奇兵啊，後邊嘅嘛，至尊高超幸運風采，贏馬嗰匹係會當凌啊，終點前將嘉應奇兵趕過咗，第3名呢都相當接近喎。以為至尊高超嘅時候，淺藍帽呢隻幸運風采呢逐步追近，咁啊結果頭馬會當凌今季已經贏到第4 win 啊！會當凌繼續絕頂喺周俊樂胯下，再次一覽眾山小喺度贏馬，後尾成為大熱門嘅嘉應奇兵跑過第2、第3好接近喎，入邊至尊高超、幸運風采就跑第4，細 number 啊！順利贏馬會當凌，雖然係塞咗一塞，但係佢都唔係。準備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，中間位置粉紅衫就有熒光啊，擺前啲嚟走噶啦。後邊嘅馬啦，咁啊外邊啊發財先鋒今次快閘喎，紅衫大面箍嘅第2位啊，埋邊有包裝戰士，中間藍衫一定超啊，最出有風神啦。紫神之星大約跟住個第6位嘅響外邊啊，內欄走咗上去火焰閃爍馬林，中間細水長流啊，後邊嘅6匹馬榮進大道紅眼罩紫色衫響外邊啊，內欄尾5到啦桃花開啦，馬林中間有升價啦，尾3至多多寶啊，殿後一對馬紅衫係幸運派彩，咁啊暫時包咗落尾嘅馬呢係話你知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2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發財先鋒啊，咁啊擺咗喺前面放喎，跟住響第2位外邊係風神嚟㗎。內欄第3有熒光啊，中間第4位嘅馬呢，仲有隻一定超啊，響外邊紫神之星啊，內欄大約第6位呢，仲有包裝戰士啊，外邊啲馬開始冚啦，咁啊見到呢隻榮進大道紅眼罩紫色衫走咗上去，升價外邊馬林後邊嘅馬啦，先見到一啲細水長流啊，外邊呢，仲有至多多寶啦，內欄尾4火焰閃爍，尾3係桃花開啊，殿後一隊紅衫啊幸運派彩響佢入邊呢，就話你知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發財先鋒仲係佔先嘅，榮進大道已經係上咗嚟啊！緊隨其後噶嘛，有風神啦，入邊係有熒光啦，攞出嚟中檔追噶嘛，仲有一定超出邊紫神之星啊！響內欄博位仲有包裝戰士啊，後多層啦，出邊桃花開，至多多寶，大外檔幸運派彩，最後200透出嚟榮進大道鬥緊埋邊發財先鋒，中間一定超藍衫上緊嚟，外邊話你知，最出仲係幸運派彩桃花開啊！接近終點嘅時候啦，幾隻馬平排衝刺，細水長流沿住馬林中間衝上嚟，外邊話你知2匹馬要影相啊！第3名係一定超啊！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埋邊嘅風神，外邊呢就幸運派彩啊！結果呢，好多匹馬平排衝刺嘅時候，細水長流中間揾到個位穿咗上嚟，外邊好大隻嘅話你知2匹要影相，一定超就第3、第4名，咁啊外邊都係隨住成一隊影相噶啦，埋邊係風神，出邊紅衫幸運派彩。艾少禮食埋個尾糊啊！上班上程都唔怕你啊！細水長流後尾回飛4.5倍贏，跑第2名。黑夜之神真係冇呃你嘅。
熄咗開咗燈先嚟嘅。